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39章第1节到23节，罗马书第9章14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公平与否。有关今天的主题，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件事情。我们先来问了这世界有公平吗？或者是我们应该问什么是公平？之前我们曾经提过，公平有几种不同的观点，有齐头式的平等，有立足式的平等，也有一种叫做实质的平等。我们大概来分析一下各种平等的基础之差异。齐头式的平等，每一个人都发1块钱，无论经济能力是怎样，是好或是坏。例如政府因为税收的盈余比较高，所以每个人就发放了6000块。那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，只要你是合法的公民即可领取。基本上这属于假平等。这种平等在圣经里面称为恩典。耶稣曾经比喻一个葡萄园的主人，他出去市场聘请工人。这圣经的记载，无论是在清晨进来做工的，在午时、中午进来做工的，或是在下班之前做工的人，他们都可以获得1块钱的报偿。第二个是立足点的平等，就是补足那个人的不足的需求，补足立足点的差异。这个比较有社会福利的那种观点。也就是说，初代教会的生活，每个人就拿出来自己所拥有的，然后按照个人的所需各取所需。这样的平等属于社会福利主义，讲爱，讲怜悯。第三个是实质的平等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建立在各自的工作能力表现成果来论报偿。这种和平是论斤称两的。这种平等的酬劳式的平等，就是所谓的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人就少收了。事实上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其实是没有以上这些公平论点基础可以完整论述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约瑟的故事记载，礼拜天我们也提到了，他被哥哥们出卖，然后卖给商人，带到了埃及。那基本上就是卖给人当奴隶。但是因为他上帝所赐的智慧以及能力，他就被法老王的侍卫长波提反所看重。后来就担任了家里的总管的职务，看起来要平步青云了，但是却好景不长。因为他人长得太帅了，所以主人的太太看中了他，想要诱惑他，结果不成，就用计谋又来陷害约瑟，让他再度的被下在监狱里面。在监狱里的约瑟，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他事事都顺利，也获得了典狱长的非常非常的信任。
后来热心的约瑟又为了2个法老王的仆人解梦，虽然他们都答应要为他说话，但其中一个人，例如解释的梦境所说的被杀了，另外一个则是恢复了工作，快乐的完全忘记了他对约瑟的承诺。看来生命的悲惨日子将要继续下去了。哎呀，生命真是充满了不公平啊！直到有一天，法老王做了奇怪的梦，在全埃及的当中，竟然没有人能够解梦。后来那一位曾经得到约瑟解梦帮助的九正才忽然间想起来，以前在监狱里面有一位会替人解梦的人，他就将约瑟介绍了给法老王。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约瑟的生命遭遇呢？我们无法用前面所说的任何一种公平的论述来概括他的生活，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的旨意。虽然我们知道波提法的太太对约瑟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不公平，但是上帝却在他的旨意底下来成就他的公义与计划，透过这些不公平的事来成就上帝的旨意。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教导也谈到了公平，我们说公道。保罗说，那么我们可以说上帝不公平吗？当然不可以，因为他对摩西说过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体恤谁就体恤谁。可见上帝拣选不是根据人的意志或努力，而是出于他的怜悯。圣经中上帝对埃及王说，我立你做王，我要用你来彰显我的全能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这样来说，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使谁顽固就使谁顽固。保罗在此处说明，上帝的公平不是因为人的努力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以及怜悯。上帝的公平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的爱，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换个角度来说，谁需要怜悯的，他就赐下怜悯，就如同尼尼微城的人一样。上帝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值得赞赏而赦免他们，反倒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，需要救恩，所以上帝赐下了赦免之恩给他们。透过以色列人的先知约拿，即便约拿认为不公平，他主张上帝这样做是没有公义的，但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啊。如同约拿他在约拿书第4章当中跟上帝的辩论一样，保罗又这么说，陶匠毕竟有权拿着泥土来造他所要造的，他可以用同一团泥土制造2个器皿，一个是贵重的，一个是普通的。上帝所做的也是这样，他要显示的是他的义分，彰显的是他的全能，因此他以耐心宽容他发怒的对象，就是那一些本来应该被击碎的器皿，他也要把他丰富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。我们是他怜悯的对象，而且他是所预备的接受他的荣耀的人。
因为我们不但是他从犹太人中，也从外邦人中呼召出来的。他就是在何西阿书所说的，本来不是我的子民，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。本来我所不爱的邦国，我要称为我所爱的。在哪个地方我曾经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也在那个地方他们要被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女。关于以色列，以赛亚曾经呼喊，虽然以色列人像海沙那么多，但是只有剩余的少数可以得救，因为主将迅速的、彻底的审判全人类，如同以赛亚从前说的，要是主万军的统帅不为我们留下一些后代，我们早已像所多玛、蛾摩拉那样了。更清楚地说，公平的标准在于上帝的怜悯，不在于人的作为。诗篇28篇，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的保护者啊，求你垂听。如果你不理我，我会跟将灭亡的人同遭同样的命令。我向你呼求帮助，求你垂听。我面向你的圣殿举手求告，不要把我跟作恶的人一起定罪，跟邪恶的人一起消灭。这些人口说友善的话，心里却充满了仇恨。求你谴责他们的行为，报应他们的邪恶。求你惩罚他们的恶行，照他们应得的报应他们。因为他们藐视上主的作为，轻看他的创造，所以上主要惩罚他们，永远毁灭他们。愿上主得到歌颂，因他垂听我求救的呼声。上主保佑我，护卫我，我一心信靠他。他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我要歌唱颂赞他。上主保佑他的子民，他护卫拯救他所选立的王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属于你自己的人。求你牧养他们，永远看顾他们。恳求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位有爱、有怜悯、有呼召的基督徒，让我们愿意成为你赐怜悯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